梁齊恩1991年9月11日出世，嚟自一個政治同法律背景好強嘅家庭。佢爸爸梁振英係香港特區第3任特首，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，同時亦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以及戴德梁行亞太區前主席。媽媽梁唐青儀係一位執業律師，佢有一個阿哥梁全恩同一個細妹梁正恩。自從佢爸爸成為咗特首嘅同時，梁齊恩亦都要面對公眾同媒體嘅無處不在嘅關注。最多人關注嘅事，相信都係梁齊恩同佢屋企人嘅關係。佢同屋企人嘅關係並唔係好似其他幾任特首家庭咁和諧。佢同媽媽嘅關係尤其緊張。最出名嘅例子係2015年萬聖節嗰晚，佢喺蘭桂坊同媽咪大鬧咗一場，仲當眾掌摑咗媽媽2巴。事件搞到好大，街頭有好多人圍觀，吸引到全媒體持續報道。佢亦都試過喺社交媒體話俾媽媽虐打，話要離家出走同自殺。當時救護車同警方都出動，佢企喺禮賓府露台嘅畫面亦都俾人影到。呢啲事顯示佢同媽媽之間嘅相處並唔和諧。梁振英曾經喺2014年公開講過，佢好擔心女兒嘅健康，但冇透露太多細節。佢嘅阿哥梁全恩同細妹梁仲恩就比較低調。梁齊恩同兄妹嘅互動冇咩公開資料，但有傳佢同細妹關係仲算親密，因為佢哋年紀相近。梁齊恩喺香港先後入讀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同德瑞國際學校，呢2間學校係香港嘅名校。有傳佢喺小學同中學期間表現唔錯，尤其係對藝術有興趣。之後佢喺中學階段去咗英國讀書，入咗 Wycombe Abbey School，係一間頂尖嘅女子寄宿學校。中學時期嘅佢繼續發揮藝術天分，除咗參與戲劇同音樂活動，佢仲有份加入咗學校嘅美術社，試過畫一啲抽象畫俾學校展覽。據聞當時成績唔錯。中學畢業後，佢入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法律，一間全球知名嘅大學，嗰度嘅法律系尤其出名。喺呢段期間，佢唔單止讀書，仲參加咗一啲學生組織，例如法律學會同一個關注社會正義嘅小組。但喺2013年6月，佢突然選擇休學，結束咗大學生活。有傳佢當時覺得法律唔係佢嘅人生方向，想追求其他夢想。休學之後，梁齊恩返咗香港，立志做模特兒同進軍娛樂圈。佢有試過一啲模特兒工作，例如喺2014年為一個本地時裝品牌拍過平面廣告，仲有份喺香港時裝周行過一次 catwalk。身高約5尺6寸嘅佢，樣貌清秀，原本有條件做模特兒，但佢嘅事業冇咩大突破，可能因為競爭太大，或者佢嘅個人風格唔太啱市場口味。佢仲有份試過拍電影，喺2015年參與咗一部香港電影《南極探射燈》，但佢喺片中只係一個小角色，冇咩發揮機會。電影本身亦都冇咩回響，所以佢喺娛樂圈嘅發展唔算成功。令佢得到關注嘅反而係佢喺社交媒體上嘅言行同其他個人行為。梁齊恩喺公眾眼中嘅形象多數都係有關佢嘅爭議。2014年6月，佢喺 Facebook 上載咗2張疑似自殘嘅相，左手腕有明顯紅痕。呢件事震驚咗好多人。當時有精神科醫生接受傳媒訪問，話佢可能有抑鬱症或者邊緣型人格障礙。佢爸爸梁振英亦都承認女兒健康有問題，但冇講具體情況。同年嘅佔領中環運動期間，佢喺 Facebook 發咗一篇挑釁性嘅貼文，話佢身上嘅衫、鞋同珠寶都係香港納稅人嘅錢買嘅。呢啲貼文激怒咗好多抗議者，貼文傳到外國，連華盛頓郵報同衛報都有報道，甚至有人將佢比喻為香港版巴黎斯、希爾頓，話佢係一個高調有野火嘅富二代。2015年3月17日，佢又喺社交平台話俾媽咪虐打，話要離家出走同自殺。當時有人見到禮賓府外有救護車，佢着住大褸企喺露台，警方同救護員都有到場。梁振英當時拒絕回應傳媒查詢，只話係私人事務。同年嘅萬聖節，佢喺蘭桂坊同媽咪爭執，佢扮女鬼嗰陣情緒失控，當眾掌摑媽咪2巴。事件持續咗半個鐘，街頭圍觀嘅人影咗好多相同拍片，呢件事成為咗報紙頭版新聞。自此之後佢就轉趨低調，但係好多時同家人一齊露面都會成為新聞話題。近年佢經常喺 Instagram 分享生活點滴，例如佢去旅行嘅相、穿搭照同埋一啲心情語錄。2025年3月6日，佢發咗人生最後一篇貼文，話自己非常不適，要休息幾日，仲請朋友分享一啲心碎故事。呢篇文好似乎暗示咗佢當時身心狀態好差。梁齊恩嘅心理健康一直係公眾關注嘅焦點，佢上載自殘相、情緒失控嘅行為同埋社交媒體上嘅負面貼文，都令人懷疑佢可能有抑鬱症或者其他心理問題。
據講，佢屋企有佢睇過精神科醫生同接受過治療，但冇公開講過具體診斷或者治療進度。佢喺 Instagram 上嘅一啲貼文好似有啲線索，例如佢試過寫好攰，唔知點解要繼續，夜晚一個人好似好孤單，呢啲話流露出佢內心嘅掙扎。佢同媽咪嘅衝突、社會嘅壓力同埋佢事業嘅不如意，可能都係佢心理負擔嘅來源。2025年4月8日夜晚10點40分，梁齊恩喺顧房灣愛德街1號嘅香港日蘭蘇豪東服務式公寓被發現昏迷。救護員到場時確認佢已經冇咗氣，年僅33歲。警方調查後話現場冇可疑，死因要等驗屍報告先有結論。梁振英喺第二日凌晨1點到場，由警員陪同，佢同太太全程冇講話，面色凝重。之後梁振英響 Facebook 發文公布女兒嘅死訊。梁齊恩嘅離世震驚咗好多人，佢嘅 Instagram 即刻多咗好多悼念留言，希望佢嘅故事可以令大家多啲關注身邊人嘅需要，珍惜眼前嘅一切。我哋係專門出時事片、黐流量嘅時事菠蘿雞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呢條片就 CLS 啦。